再来看香港大杯防火湾火灾有上百人死亡，香港政府嘛下令讲，找到进前就爱甲300多栋等个维修的应价防火网拆掉。另外，香港政府讲，伫网络传播假消息是反华媒体，是反中的乱香港的分子，佮甲一个26岁中国网青抓起来。香港防火湾主体后前广场，伫火灾内底多过1劫的住户，抗火追悼牺牲者，各用手巾仔700洗。这场火灾，有上百人伫火场当中死亡。香港政府除了将维修工程承包商放入建筑、顾问公司放假，依法撤销大楼修复计划定期以外，伫调查火灾现场内底，佫发现负责制作应价防火网的厂商涉嫌造假产品的安全数据。港府7、3暗时下令，要伫7、6进前拆除全香港咧维修的300栋建筑应价防火网。所以我而家宣布，所有而家進行大維修嘅樓宇，包括所有公營同埋私營樓宇同埋政府大樓，如果佢嘅外牆係有棚網嘅話咧，都需要即時將呢個棚網咧下架。在香港境内未少维修建筑的应价外口，用绿色的塑胶防火网，测试开始，这防火网伫工人挂工时下拢拆掉。有居民表示，为建筑的防火网已经设几啊年。The green net has already here. I think it was in December of 2023. If I remember correctly, it's almost 2 years. 针对过去1礼拜伫网络散布火灾相关假消息的网络媒体甲有名人，香港政府会严厉批评是反华传媒、反中乱港分子。搁掠一个26岁中国籍姓陈的 YouTuber， 这网红把拍影片表示，火灾死伤者是罪孽深高，互火烧是报警无效同情言论引起网友怒火。香港政府表示，这无报社的分子有其他用心，佮分发煽动性宣传单，对受害居民造成二次伤害，是故意把乌救援工作造成社会分化对立，所以被绑定会采取执法行动。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。